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总统赖清德任内第一届双十演说，讲咱和中国互相无属于对方，甲台湾甲中国主权切互离离。若中国怀爸爸早是搁派20只军机、10只军舰来台湾扰乱，昨暝甚至是下火箭飞过咱台湾的 ADIZ。总统赖清德任内第一届双十文告已经有效用，中国各台办表达强烈不满。发言人陈炳华发出3页的声明，批评内底讲到鼓舞互相无隶属的新两国论，编造台独谬论，煽动两岸敌意对抗，并且伫车闸规工派出20只厝的中国军机、10只厝的中国军舰来侵扰台湾，还有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。高度位于大气层外，对于台湾地区没有危害。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，严密掌握相关动态。世切警戒于应处。美国国务院是回应讲，北京当局无理由甲台湾例行的双十庆祝活动当作是军事演习的借口，提醒中方爱保持克制。原来咱驻美代表卢大雷最近接受美国杂志《外交家》专访的时指出，为了疏解美国对台湾军售引前，台美已经开始就共同生产、加研发武器展开对话。目前讨论的方向是伫台湾生产或者是组装对美国采买的军备，互台湾正做是军事供应链的一部分。同时间，美国主导成立的新区域联盟印太产业论成会盘，伫夏威夷召开头一届的会议，咱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齐恩普也出现伫参加会议成员的相片当中。不断地加强对华合作，努力构建切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。稳定的中日关系。也若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小破无出席当协峰会，展开头一届的外交。根据中国发布的内容。小破无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的时表示，在台湾问题顶面，日本是坚持日中联合声明所确定的立场无改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